后来继续来到台南的客家，当地有一间诊所开伫要100年咯，以治疗中风、预防中风来出名。也毋过有真员工出来压料，讲一套疗程要23万，但是药剂管啊新，无标示成分，嘛无许可的字样，恐惊安全会出问题。诊所的人员是展示完整的包装，强调讲拢有明确的标示。是一套疗程23万，并毋是一支射针，而且拢是经过患者同意。中风患者来诊所，透过病院影片显示进行疗程，自3小了后，无靠2礼拜。本来切嘛袂叮当，完全都袂叮当。即摆就是有时间个机会就足大。片尾讲袂着，讲话变清楚，骹手过当留叮当。毋过即卖诊所敢若扣21个员工药料，想要预防中风的高阶疗程，一套自费要23万。为着很安心，讲这注射成分是商业机密。毋过这管仔无标示，纸阿爸嘛无合格字号，防这期喊过咧宣传，安尼甲患者注落去，毋知影敢有安全。盒子跟我们外盒其实都有标上出产地以及日期。人参皂苷它是不可以打到人体的，给病人用食品辅助的，跟病人明确的表示这个是食品，而不是药品。听到保实在指控，甲人参提炼米当作药剂咧煮，诊所人员赶紧跳出来说明，提完整的包装，强调拢有明确的标示。安怎怎会收这样的亏？20-30万的部分就是由医生评估，它是一个疗程，而不是说一支针。其实药物的部分都是逐渐上升，还有我们会请病人签署那个自费同意书。其实这一间在台南客家诊所以治疗预防中风出名，已经要100年历史。虽然疗程要10万、20万，不过患者嘛小看小拖，生理是真加巧。最近佮开分院，在地做这人来做，我是3万2块。认真个人预防疗程，特别是到这期，当时院长面对镜头冇做解说。尽量的去改善，没有中风之前来做预防的病人，报告里面可以达到几乎到90%、95%以上的预防效果。既未经过核准输入制药品，将依药事法移送侦办。中央卫生局会针对这疗程来做调查，来保障患者权益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